因為好似我哋嗰度咁，星期日係唔使俾嘅。好，唔使俾錢泊車就最好啦。咁我哋離開咗 Český Krumlov 啦，就嚟到附近嘅另一個小城市，嚟呢度食個 lunch 打個卡。咁呢個城市個捷克文咧就好鬼難讀嘅，叫做České Budějovice。České Budějovice 中文就叫做捷克布傑約維采。呢度就位於捷克嘅南部，係呢個南波希米亞州嘅首府，人口大概有10萬人。呢座城市由波希米亞國王奧托卡二世 Ottokar II 喺1265年建立，當時嘅目的咧係為咗削弱貴族勢力嘅影響。早期嘅居民以日耳曼人以及猶太人為主，但係到咗1880年之後咧，捷克人咧就逐漸成為咗呢度主要嘅人口。呢一座城市素來係天主教重鎮，但係喺30年戰爭期間，呢座城市嘅發展受到打擊。1641年呢度發生咗一場大火，摧毀咗大部分嘅建築。重建嘅時候咧，就採用咗巴洛克風格，徹底改變咗整個城市嘅面貌。1785年，教宗 Pius 6世設立咗捷克布傑約維采嘅羅馬天主教教區，而聖 Nicholas 教堂咧，亦因此升格為主教座堂。到咗19世紀，布傑約維采進入咗工業化時期，成為呢個區域重要嘅貿易城市。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佔領咗捷克斯洛伐克。到咗1945年，美國嘅空軍對呢度嘅目標進行咗轟炸，導致咗好嚴重嘅破壞。戰後，蘇聯嘅軍隊進駐呢度，將全體德裔嘅居民驅逐出境。呢一個 Samson Fountain 係一個巴洛克式嘅噴泉，建於1721至1727年，係呢座城市喺30年戰爭被破壞之後重建嘅一部分。噴泉上邊係4個希臘神話裏邊嘅擎天神 Atlas。噴泉嘅頂部係聖經人物 Samson 以及獅子嘅雕塑。當時興建嘅時候咧，噴泉會將水流向某一啲街道，同時具備實用以及美化城市嘅功能嘅。České Budějovice 以前嘅舊名係 Budweiser。飲啤酒嘅朋友係咪覺得呢個名好熟口熟面呢？冇錯，呢個就係美國啤酒 Budweiser 嘅發源地。České Budějovice 以佢悠久嘅啤酒釀造傳統而聞名。自13世紀以嚟咧，呢度開始釀造啤酒。而呢度最著名嘅品牌係 Budweiser Budvar。1876年，美國啤酒公司 AB InBev 創辦人之一嘅 Adolphus Busch 嚟過呢度，飲過呢度嘅啤酒。之後佢翻返去美國，喺密蘇里州釀製波希米亞風格嘅啤酒，並且命名為 Budweiser， 聲稱效法 České Budějovice 嘅品質以及風味。自此之後咧，兩間公司開始商標爭議。自1907年開始，已經涉及全球超過100宗訴訟。聖尼古拉主教座堂 Cathedral of St. Nicholas 係天主教 České Budějovice 教區嘅主教座堂，坐落於奧托卡二世廣場嘅東北角。呢座教堂喺1265年城市創建之後冇幾耐就開始動工興建。根據記載，大概喺1297年就已經完成祝聖，並且開始啟用。但係當時呢座教堂係未曾起好嘅，主要嘅結構要到14世紀中葉先至完工，並且喺之後數百年間，教堂經歷多次嘅整修以及重建。1785年，隨住 České Budějovice 成為主教教區，聖 Nicholas Church 就正式升 level 成為主教座堂 Cathedral。大教堂旁邊嘅鐘樓叫做黑塔 Black Tower， 興建於16世紀，係一座好出名嘅塔樓。而教堂前面豎立住嘅咧係第一任教區主教嘅紀念雕像。由 České Budějovice 開咗2個幾鐘頭車咧，就嚟到呢個叫 Pilsen 帕辛嘅城市。我哋就啱啱嚟到呢度，咁頭先就去酒店嗰度 check in 咗啦，咁而家就行咗出嚟廣場呢度逛一逛，睇下呢度嘅夜景先。
帕辛 （Pilsen）， 又叫做皮爾森或者比爾森，係捷克嘅第4大城市，位於國家西部，距離首都布拉格大概有90公里。Pilsen 嘅地理位置優越，自中世紀以嚟就係交通以及貿易嘅要地，擁有豐富嘅歷史以及深厚嘅工業背景，尤其是以啤酒 Pilsner 嘅發源地聞名於世。喺公元976年，Pilsen 嘅城堡已經出現喺文獻裏面。到咗1295年，波希米亞國王溫塞斯拉斯二世 King Wenceslaus II 建立咗 Pilsen， 被規劃為皇室嘅城市。到14世紀，Pilsen 呢度已經成為波希米亞嘅第3大城市。進入19世紀之後，Pilsen 迅速工業化。1842年，呢度釀製出世界上第一款金黃色嘅拉格啤酒，呢種酒被稱為皮爾森啤酒 Pilsner。第2次世界大戰期間，Pilsen 嘅史柯達工廠被納粹德國徵用作為軍備生產嘅基地。戰後，根據波茨坦協定，呢度嘅德裔居民被強制遷離。冷戰嘅時期，Pilsen繼續成為捷克斯洛伐克重要嘅工業城市之一。1989年嘅天鵝絨革命之後，呢度走向民主以及市場經濟，並逐步轉型為教育、文化以及科技中心。2015年，Pilsen 被選為歐洲文化之都，進一步提升佢嘅國際地位。共和廣場係 Pilsen 最古老以及最重要嘅公共空間，自中世紀以嚟就係城市社會、文化以及政治活動嘅核心。廣場位於舊城區嘅中心，中間建有聖巴爾多祿茂主教座堂 （Cathedral of St. Bartholomew），周圍有文藝復興風格嘅建築。廣場嘅4個角落裏邊有一個建於1681年設立嘅聖母瑪利亞黑死病紀念柱 （Marian Column）， 其餘嘅3角咧就建有3座2010年加裝嘅鍍金噴泉。聖巴爾多祿茂主教座堂 （Cathedral of St. Bartholomew） 位於 Pilsen 市中心嘅共和廣場，係一座哥德式建築，喺1295年同 Pilsen 呢座城市同步建立，並且16世紀初完工。教堂原本計劃係建造南北2座塔樓，但係最後咧淨係完成咗北邊嗰座塔。呢一座塔高102.3米，係捷克最高嘅教堂塔樓。教堂裏面珍藏住一尊14世紀嘅 Madonna of Pilsen 帕辛聖母雕像，被視為捷克最珍貴嘅哥德式藝術品之一。1993年，教宗若望保祿2世成立天主教 Pilsen 教區，於是聖巴特羅繆教堂咧就成為一座主教座堂啦。位於共和廣場上面有3座現代嘅鍍金噴泉，建於2010年，分別象徵 Pilsen 市徽上邊嘅天使、獵犬以及駱駝。而家咧呢3個噴泉已經成為 Pilsen 最有代表性嘅新象徵。Pilsen 嘅啤酒博物館位於市中心一棟15世紀嘅原始洋酒屋裏面，係全球少有嘅洋酒主題展覽館。館裏邊展示咗中世紀至今嘅啤酒製作過程以及豐富嘅啤酒收藏品，令到遊客可以了解洋酒嘅技術同埋歷史，以及其他相關嘅行業，例如嗰啲裝酒嘅木桶啦，以及酒館嘅經營者佢哋嘅經營方式等等。呢2幅畫有咩特別呢？啲嘢一模一樣，呢2幅畫係一模一樣嘅。
朝早就喺布拉格開車，咁揸咗1個鐘頭車就嚟到呢個叫括拉科華嘅地方嚟睇呢座人骨教堂。咁原本咧就係話我自己一個人開車嚟嘅，咁最後咧都係所有嘅朋友一齊嚟晒。庫特納荷拉括拉科華位於捷克中部，距離布拉格大概1個鐘頭嘅車程，係捷克最具歷史以及文化底蘊嘅小城市之一，被譽為古代財富之鄉。呢一座城市喺1995年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憑住保存完好嘅哥德式以及巴洛式建築、豐富嘅銀礦歷史以及令人驚嘆嘅宗教遺產，吸引無數國內外遊客前來探索。括拉科華嘅興起可以追溯到13世紀末期，當時因為地底豐富嘅銀礦被發現，令到呢座城市迅速繁榮。1300年，波希米亞國王 Wenceslaus II 喺呢度設立皇家鑄幣廠，令到括拉科華成為當時波希米亞王國僅次於布拉格嘅第2大重鎮。但係隨住銀礦嘅資源喺17世紀逐漸枯竭，加上30年戰爭嘅影響，呢座城市逐漸式微。現代嘅括拉科華已經轉型成為觀光重鎮，保留大量珍貴嘅歷史建築以及文化景點。今日好多去布拉格旅行嘅旅客都會安排1日行程，專程嚟括拉科華感受一下呢座城市嘅歷史文化以及建築魅力。原來人骨教堂入邊嗰度係唔可以影相嘅，咁影 video 我諗就更加唔使旨意啦。咁是但啦，翻到去再睇下邊度可以揾到有相同埋片啦。括拉科華嘅人骨教堂 Sedlec Ossuary 位於 Church of All Saints 嘅地底，係捷克一座好出名嘅奇特宗教景點。呢一座羅馬天主教小堂咧，就收藏咗大概4萬至7萬具人骨，並且將呢啲骨骸好有藝術咁樣排列成吊燈啦、祭壇裝飾啦、貴族嘅家族徽章等等，景象十分震撼。相傳喺13世紀嘅時候咧，一位修士喺耶路撒冷帶咗一啲聖地嘅土壤嚟到呢度，撒咗喺墓地上邊，令到呢度成為中歐一個好重要嘅安葬地方。之後喺14世紀嘅黑死病以及波希米亞戰爭導致咗大量嘅死亡，令呢度嘅墓地不堪負荷，因此咧喺15世紀初就興建咗一座地下嘅納骨堂。到咗1870年，一位木雕師 František Wind 奉命重新整理呢啲骨骸，創造出今日壯觀嘅藝術佈局。而家人骨教堂每年吸引超過20萬名遊客，係捷克最受歡迎嘅旅遊地標之一。呢一座位於人骨教堂附近嘅聖母升天與聖約翰大教堂 Church of the Assumption of Our Lady and St. John the Baptist 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嘅一部分，同聖 Barbara 教堂齊名。教堂最初喺1300年左右以哥德式風格興建，係波希米亞王國第一批哥德式建築之一，靈感來自法國嘅哥德式教堂。1421年喺波希米亞戰爭期間，教堂遭到胡斯派焚毀，之後荒廢咗將近200年。自1700年起，喺修道院長嘅主持之下，建築師以獨特嘅巴洛克哥德式風格對教堂進行重建，並且喺1708年重新築聖。聖巴巴拉教堂 St. Barbara's Church 係括拉科華最具代表性嘅哥德式建築，亦都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之一。教堂喺1388年動工，歷時幾百年先至喺1909年完工。聖巴巴拉係礦工嘅主保聖人，呼應括拉科華以前以銀礦致富嘅歷史。
教堂原本嘅設計規模更加龐大，但係因為礦產嘅枯竭以及波希米亞戰爭，佢嘅工程屢次中斷。教堂嘅建築融合咗哥德與巴洛克風格，擁有三方屋頂、飛扶壁、彩繪玻璃以及描繪礦工生活嘅壁畫，展現咗中世紀宗教與地方文化嘅交融，係捷克最壯觀嘅宗教建築之一。